开始录了，直播了，直播，所以你有无人机在直播？没有在那。不错哎。你在这个谱架你们都要用吗？这个我不会，这个是那个，对。那你们今天不会用到吗？你那块要不然转过去的角度。其实我是不太了解。得到。各位感谢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看咧今仔日的信息，头一首是51首，大家拢足熟的吼，咱唱第一节就好。幸哉，幸哉，幸哉。1、2、3，来，幸哉，幸哉，幸哉。2礼拜前才唱过吼，第一抓是春林多主宰，搁一抓是在哪边啊？现在，将你的大海。无同款的音吼，第一句是有那个音有下来，第4句是2个音是一样，加修剪就好哈。搁第338首，咱嘛足熟的吼，咱唱第1节，较咱那个第4节读过一遍，搁来唱一遍吼。愿我话通听你，我主引导。这是用祈祷的心来对咱的上帝来唱哈，来向伊祈祷。人生细声，我是勇敢勇敢，缀你来行，要找你。
恭喜这平安。今仔日是咱感恩的圣菜的礼拜啊，过几干嘛都是咱的感恩节。啊，即马咱来用这首诗歌，咱来学到咱的主，拄着死的在会为你真艰苦，咱请大家来起立。过几天就是我们圣诞感恩节的节气，那让我们就是用我们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事情，你觉得好的或者坏的，我相信都有神的祝福在后面。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赞我们的主，阿门啊！感谢主。
与我们同在。他虽然是那创造天地万有的，是创造那全宇宙的，但他也是创造我们的主。他看顾我们，如同看顾他的儿女。他将我们视为他的儿女，把我们心里面各样的需要，我们就要以这样感恩的心来回应他。用这一首有一位神的诗歌，我们献给他。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字架挽救我们的生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让我们大声来唱，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他是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我们要站立在你的面前，你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一切的过犯都在你的当中，你就将它赦免。主啊，愿我们在你的当中合一，用这首诗歌回应你。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为那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献出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让我高举手，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高举我的手来敬拜他。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那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献出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听听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主啊，让我为你来发光，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听听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那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献出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主啊，我们要站立在你的面前，摆上我们的心。主啊，你呼召我们出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为的是要让我们有见证去传你的福音。在你的当中，我们要合一，一起来传扬你的国、你的义。让我们现在开口，为着我们的生命来祷告，为着我们传福音的侍奉来祷告。让我们一起开口。主啊，在你的面前，主啊，将我们的心摆在你的手里。主啊，你看我们的微笑，看我们的主啊，我们亲自的将一切我们需要的力量加给到我们身上。主啊，求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这样的依靠你的心，我们就能做成这样。主啊，让我们相信我们主你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生命当中经历转变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勇气传扬出去。像我们的家人，像我们的朋友，像我们公司的同事，像我们学校的同学，主啊，就跟他们讲，我跟他讲，主啊，你有多好，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认识你，我们经历你，我们生命都得到了改变。主啊，让我们有勇气，更多人来认识你，主啊。让我们再次开口来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那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献出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不分彼此，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主啊，我们真的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感恩的心献上在你的面前。
主啊，这个感恩的节期，就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起来思想，主啊，你在我们这一年当中，你如何的来去带领我们？就如同我们第一首诗歌所说的，纵使我遇到的灾祸，主啊，但你仍然与我来同在，你使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就一起在这个节期，我们数算你与我们同在的日子。我们将这一切的赞美都献上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在我们坐下之前，我们可不可以先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神爱你，我也爱你。念着俄勒耶和华，就唱新的歌，俄勒耶和华。以前的百姓的会中，俄勒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好，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唱圣诗51首。献诗51首，现在，咱请起立，大家做伙来演全首。咱来告白咱的信仰，用使徒圣经，请。我是上帝，咱的创造天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使命，咱的主，对圣经高台，对在修的关系，以温柔的高举来属靠，并是的是来创造民族，第三对象中国啊，是你，他这里在你的上帝话语，你们对呀。
咱三甲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所要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30到第50。我来读，咱三甲做伙来看。我既有少年恁，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欢喜来祈祷，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三甲有份伫兴起福音。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这是咱要请圣歌队音乐营祝福这家来带咱来和乐上帝。
即是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何乐你，因为你是阮生命的创造者，是教会的头，是历代以来信心无变的上帝。你的权能行过世上一切的权势，你的保守大过阮的软弱，你的恩典教业原谅，你的拯救，互阮脱离一切罪的捆绑，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那阮今仔日正兄弟姊妹同心合作一个身躯来敬拜你，要听你的话，领受你丰盛生命的恩典。愿阮所献的诗歌、祈祷、奉献，拢诚做你所欢喜的祭，归荣光给上帝。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天天用厚恩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安然行在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中。此时，我们特别要将教会所有圣诞节正在进行中的所有的福音事工，以及各小组正在推行的幸福福音事工来祷告，求主开路，并与我们同行，让这些事工都是为着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来预备，让福音能够广传在林口地区。怜悯慈爱的父神，你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特别要为我们当中身心灵有病痛、重担、忧闷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照个人不同的需要，赐下超乎他们所想象的医治、安慰、平安，并保护他们到底，直到永远。全能的爸上帝，你是因带阮、教示阮、供应阮的上帝。当阮今仔日下礼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里，愿亲爱的圣神运行伫阮的当中，通过牧师的讲道，阐明真理，互阮明白你的旨意，通行伫主你为阮所备办的道路，伫教会、工作、家庭、学校的所在，通见证主你救赎的恩典，佮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所领受活命的真理，是超越阮所求所想。当阮以上的祈祷无交成，阮即时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做伙来祈祷。阮天命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实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我哋互阮的日期，要救阮相看，因国权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这是咱要请牧师来讲道。牧师今仔讲道的题目是“感恩是教会合一的秘诀”。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这礼拜中间拜四是感恩节我们用这个今天的主日一起来纪念上帝对我们的爱，感恩是教会合一的秘诀。我想应该没有人反对了，反对也没关系我相信在这个多元的时代，也让我们可以去思考不一样的感受。那感谢主让牧师可以在林口长老教会服事已经迈入第13年的时光。那我们牧师团特别在这些日子里面要做一些调整那这些调整当然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透过牧师团长执会小会长执会，我们一起来向宣教的目标继续迈进。那我们首先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环境整理干净一点点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更舒服不管是1楼的礼拜堂，那个气氛拢无共款咱进前1楼咧整建的时阵，3楼的礼拜堂甲1楼的礼拜堂两个所在，迄个气氛氛围拢无共款，连坐椅仔嘛无共款，是不是？咱第3楼的礼拜堂，我们做的是单人座的椅，豪华单人座然后在这个1楼的礼拜堂我们是整条的传统但是不是古板的所以感谢上帝，让咱会当伫这个环境里面，也让我们提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整个舒适度，在做礼拜的过程当中，更经历圣灵的同在我不是说那个破破旧旧的礼拜堂不好破破旧旧的礼拜堂没有圣灵的同在，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咱会当学习这件代志咱爱感谢上帝，我们要感谢上帝的带领所以牧师今天用这个题目，感恩是教会合一的秘诀，这是咱三个伫遮来分享透过腓立比书1章第3到第5节我用华语我用华语再讲一遍腓立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所以特别提起写这个让弟兄姐妹能这点来回应。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哇，这个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他遇到腓立比教会，腓立比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跟我们现在台湾的生活是蛮像，真行跟咱台湾即马的生活，菲律宾教会迄个时代，面对着真多的这个压迫，也面临到许多的这个生活上的困苦，特别是在当时的弟兄姐妹们的生活，所以感恩节，咱可能台湾的社会比较少。在过教会比较少在过感恩节，通常就是一个感恩的礼拜甚至好一点，就像我现在 PO 的这张图一样那上面会有在教会的前面可能有一些布置，有些教会我知道有些布置，大概都是农作物的布置咱若有去其他的教会做礼拜是拄好会看到，是讲伫咧网络上咱就会看到都会布置一些很丰富、足澎湃的物件。我相信感恩节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疏远一点因为那是文化的关系，文化无相款美国的感恩节咱就会当知影爱安怎杀猪不是杀猪，说错，爱安怎出去爱有啥？爱有火鸡爱有火鸡因会起家厝，因会起家的物件所以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他们怎么样？从英国独立出来到美国的这个地方，经过千辛万苦，他们过黑水沟，不是，那是台湾过黑水沟来到美国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在文化上面的无啥共款但是咱今仔日想到一件代志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教会需要感恩？
为什么教会需要感恩？每年到了感恩节，我不知道我们会联想什么。刚才牧师已经讲一堆了哦，火鸡、家庭聚餐哦，打折哦，还是在 IG 上面、FB 上面哦很多的这个平台、社区平台的软体上面，满满的感谢文，对不对？哦 ，thanks for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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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很多很多。但是在教会里面，你教会里面，那看不到其他的任何的装饰哦，当然只有这2横这个比较漂亮的花。哦，以外我们看不到。但是今天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今天有一位姐妹雅玲姐妹要在这个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见证来见证因为来设立接待总小组的一个果子要甲主当这的我们会守圣餐等一下总牧师会来主持。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感恩不是节庆限定，我们要知道，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感恩不是节庆的限定，是上帝给咱的生命的状态。所以，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世代，你我活在那个资讯爆炸的那个生活里面，每天都被太多的比较轰炸，对不对？真多比较嘛，来轰炸。很多的轰炸，比如说谁考到研究所，谁换新的手机，谁交新的男女朋友，谁升职了加薪，其实就很容易感觉到自己输很多、少很多、慢很多。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服侍久了，难免会有挫折，会被误解，会被疲乏，会被忽略的时刻，甚至有都时啊，咱会想讲，我干脆躺平比较快。干脆躺平比较快，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就来做礼拜就好，坐礼拜就好，不是做礼拜，安尼就好啊。所以偏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在当时的教会也是一样，以弗所的教会也是有这样，腓立比的教会也是一样有这种感受。在那个情况、那个文化、那个当下、那个过程，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一句。我每逢想念你们，我特别来孝念你。我每逢想念你，我就感谢我的上帝。伊竟然是写这句话，甲遐兄弟姐妹勉励。他不是说我为你们头痛啊，也不是说我勉强忍耐你们，而是什么？感谢。特别是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人在哪里？监狱，对。伊写这句话的时候，人伫咧监狱内面。在监狱里面，所以换句话说，他不是靠环境来感恩，而是靠眼光来感恩；不是靠心情来感恩，而是靠信仰来感恩。所以这个感恩是让腓立比教会成为新约中最彼此相爱、最合一的教会之一。那来讲一下这个代志。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为什么感恩是教会合一的秘诀。然后我们又要如何生活，活出那个感恩带来的合一？感恩带来的合一，有几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第一点，感恩让我们看见彼此的价值，不再只看缺点，而是看见些人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上帝。”其实我在念这一节，我光念出来的时候，我在灵修，我在准备讲道片，我看到第1节的时候，我眼泪就交出来了。我特别可以去体会那个使徒保罗的心情，而且他是在那个被攻击，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写这个监狱中的书信写出去的那一个过程，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上帝。你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感受吗？使徒保罗，就好像我们可能上牧师好了，上牧师在我们教会牧会比较久，有一天写批来，就嘛用这句话，我特别少年人，我就感谢上帝。上牧师在我们这边牧会23年之久嘛，写这句话的时阵，我相信小书一定泪流满面。当弟兄姐妹我们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不是也泪流满面？我每逢想念你们，我特别来纪念您、孝念您，我就感谢我的上帝。
请注意，使徒保罗他不是想起你们的才华、你们的表现、你们的能力就感谢，也不是想起你们都很听话就感谢，而是想起你们就感谢。你曾经这样一个思念过一个人、想念过一个人，然后感谢吗？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一个人，你这个人就是特地感谢。你这一个人，每一个兄弟姐妹，你这一个人，你这个人就特地让人感谢。我们的世界最常出现一句话就是：咱在工作的时阵，咱在家庭的时阵，我们在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在各个这个场所我们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不够好？当我在学校，咱在好好读册的时阵，看到那个前几名的，然后我也是前几名，只是往后数来，你就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够好？但使徒保罗的眼光不是你够不够好，而是你是上帝所爱的，你是上帝所呼召的，你是被拯救的，光是这个身份就值得感恩。今天有人受洗，我相信雅玲的身上，雅玲的心境一定是非常的澎湃的，因为你是上帝所爱的，你被呼召了，你被拯救了，光是这个身份就值得感恩。感谢主。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刚刚某一个弟兄很吵，某一个姐妹很龟毛，某一个小组成员永远都迟到，某一个人讲话就是这么直，某一个人太安静了。但是感恩感谢让我们超越这个缺点，看到的是他愿意跟你一起敬拜，他愿意留下来一起建造教会，他愿意与你在这里一起爱耶稣，他也像你一样被上帝爱，被耶稣拯救，被圣灵塑造。所以换句话说，感恩感谢不是因为完美，而是因为彼此都在被上帝塑造的过程当中。根本不是因为完美，是因为彼此拢被上帝伫遐咧塑造，迄个过程一直不断咧塑造出来，咧创造出来，迄个过程。所以，如果教会用挑剔当标准，我们谁都过不了这个关，真的。如果有教会用挑剔当标准的话，我们谁都过不了这个关。但是如果教会用感恩的眼光，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给教会的礼物，给你我的礼物。所以，感恩就是看到彼此身上的价值，而不是先看到彼此的缺点。我再讲一次，感恩就是看到彼此身上的价值，而不是先看到彼此的缺点。愿主帮助我们。第二点，抱歉，好，感恩让我们同心合意，不是说大家一样，而是朝同一个方向走。安尼咱来知影不是同心合意那互咱同心合意，不是讲大家同款是朝迄个上同款的这个方向底下来行。所以第5节，使徒保罗有说到，因为从头一天一直到今日，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兴旺福音。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保罗不是说腓立比教会很和乐，腓立比教会没有冲突，腓立比教会没有意见。事实上，腓立比教会本来就有人不和了啦。就跟咱亲像咱教会同款嘛，大间教会拢同款，本来就有人不和。谁人不和？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有记载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经文的最后一章，好像最后一章记得有一个叫有阿蝶阿加跟寻都基这2个人不合，但是使徒保罗他强调的是同心合意，不是大家都一样。咱来知同心合意不是大家都同款，而是大家愿意朝同一个方向走，不缺席，朝同一个方向走。所以我们知道教会里面一定会有不同的个性的人，对不对？是不是？你有同意这点无？教会内面一定拢有无相款个性的人，有迄个
有效率派的，不好录的有效率派的有慢熟派的有灵感派的，有逻辑派的，有喜欢安静的，有喜欢热闹的，有喜欢计划的，有喜欢随性让圣灵带领的，都有。但是合一不是我们都变成同一种人，不是叫大家都穿牧师服，安内咱合一啊，不是，都变成同一种，而是我们愿意一起往耶稣的方向走。所以感恩就是让人能够在一起的力量。因为当我感谢你、感恩你，我就愿意尊重你，我就愿意信任你，我就愿意听你说，愿意一起同行。所以教会，耶稣教会是靠着能力建造的，那最会做事的人赢了。如果教会是靠着声音大建造的，最会讲话的人赢了。但是上帝建立的教会，他的方式是感恩，念一次感恩，再来是什么？再来是什么？再来是什么？最后是什么？兴旺福音，感恩、喜乐、同心、合一，然后兴旺福音。所以，当一个教会开始学会感恩的时候，气氛会完全不一样就刚才亲像咱安尼是不是？那当我们可以有台语堂、有华语堂，然后我们有联合礼拜，我们有分开礼拜甚至明年我们会有同步礼拜还有什么礼拜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在一开始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刚才牧师讲的，通通跑出来了？有的较感动的，有的较理性的，有的爱逻辑的，有的凊彩拢好的，拢总有，拢跑出来了。所以，当一个教会开始学会感恩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气氛会完全不同。从哎呦他又来了啦，变成感谢主他在这里。从这个明明是他的责任，变成谢谢他愿意付出。从我做这些人都没有看到，变成上帝看得见，我还能服侍人，真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感恩能把本来会分裂的那个力量重新拉回到一起。感恩、喜乐、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最后一点，感恩让教会变成可发光的地方。人看见的是爱，不是内耗。咱知影咱都市的教会其实很多，特别是林口咱知应该真侪教会非常的多。但是能够真正吸引人留下来的，不是社交活动多，不是讲道帅，不只是音乐好，而是什么呢？而是教会没有一种舒服、安全，可以被爱，也可以爱人的氛围啦。所以这个氛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是感恩。一间会彼此感恩的教会，外口的人一看就知影，哎呀，这里面的关系无同款，这里面的关系不一样。你想象一下，咱做伙来想咱过去甲今仔未来咱拢会当想来，咱会当想，如果有一个人第一次第一拜走入来咱的教会，他会看到成员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会说谢谢你，做事的人被肯定，努力的人被鼓励，彼此之间的眼神不是比较，而是接纳。忙碌中有人仍然愿意为对方来祷告，彼此不是互相的批评，而是互相的摆上。那个人一定会想说：哇，我想要进到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我真的是蛮希望、蛮想要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服侍的人累到快爆炸，然后没有人关心，然后彼此讲话常常酸，然后小组里面的成员只会比较谁更属灵，然后大家彼此不信任、不鼓励，那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来受教会的气？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合一的教会不是从制度开始的，不是从活动开始的，而是从一颗感恩的心开始。因为感恩会让人愿意去爱，爱会让人愿意多付出，付出会让教会变得更美，教会变得更美，人自然被吸引进来。当人被吸引进来，福音就得着机会。我说的吸引进来，不是在这里，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小组，在你的社区，在你工作的职场，就被吸引。我相信，不只是今天要受洗的姐妹，以前，这几年，然后弟兄姐妹们，或许你刚受洗，来到我们教会，或许你有感受到这样的美。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3到5节要告诉我们的关键：感恩、合一、美好、兴旺、福音兴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恩节不是1年1次，而是教会的文化。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你记得一件事情：感恩不是一种礼貌，而是一种属灵的能力。感恩不是一款的礼貌，是一款属灵的开展。或许你现在正为某些人感到挫折，为某些人感到疲倦，为教会的某些关系感到无力。但是今天上帝提醒你，提醒我们，来，我们一起念一遍，来，试着为那个人感恩，再来，试着为那段不容易的关系感恩，来，甚至试着为自己的限制感恩，因为那会让你回到上帝的面前。好，能够看一个，我说过他是个，试着为那个人感恩，试着为那一段不容易的关系感恩，甚至试着为自己的限制来感恩，因为那会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他。所以今天是我们感恩节的纪念礼拜，那同时也是我们的圣礼点。求主又重新用感恩的眼光，我们就看见彼此是上帝的礼物。所以今日求主，让咱有定心的眼光，感谢感恩的眼光，让咱看到彼此是上帝的礼物。你我，咱拢是上帝的礼物。愿主祝福，好，咱现在上阿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即个感恩的节期，互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把阮的心拍开，互你。感谢你，互阮会当囥伫同一间教会内面，互阮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伫遮来成长，伫遮做伙面对人生的挑战。主啊，恳求你，互阮一个感恩的心，互阮毋若是看到彼此的缺点。搁较看到你伫阮的身上所做水美好的工，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学会为着弟兄姐妹感谢，学会鼓励，学会接纳与同行，使教会成为一个安全、有爱、能够发光的地方。爱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把比较变成欣赏，把抱怨变成感恩，把分裂变成合一。愿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流动，使我们的生命吸引更多人来认识你。谢谢你，常常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工作，引导我们走向合一的爱的道路。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三角做伙来吟诗，
圣诗338首，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咱请起立吟全首。是咱的古营圣礼典。我们要先受洗的哈。弟兄姐妹，今天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在新修缮后的礼拜堂第一次的举行圣礼典。当我们举行圣礼典的时候，我们都在宣告，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像牧师刚刚跟大家的勉励一样，请小会员来准备今天要举行圣礼典。圣诗218首，我们坐着唱着好了，请小会员准备。
到。陈雅玲姐妹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在电梯里面遇见她的邻居，就跟她讲说：“哎，来教会很好啊。”所以这个姐妹就带她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以后，她就在小组里面得到很好的牧养，也在幸福小组当中来参与。那在参与的幸福小组的过程当中，她每个礼拜都有在参加礼拜。这个幸福小组的过程当中，她的心里面想说：“怎么没有人问我要不要洗礼啊？”这样。结果因为我们的组长按照那个幸福小组的步骤，当天他的心里说，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愿意这样。那结果幸福小组当天要收割了，询问雅玲长姐妹，她就说我要洗。现在我要奉主的名来举行今天的洗礼，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注意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没升天以前，曾经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传福音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天我也要如此的对你说，讲讲，你一定要相信，如果你真实的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圣礼点就要成为你的罪得赦免。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基督连结在一起。陈亮，牧师在收洗以前要问你几个问题，请你大声的回答。陈雅玲，你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的信仰。陈雅玲，你相信上帝为你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圣灵做你的保惠师吗？是的，我愿意相信。陈雅玲，你是否诚信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是的，我愿意认罪悔改。好，我们众人请起。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问，太紧张了。雅玲，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的服侍他，一生行在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这样做吗？是的，我愿意尽信徒的本分，行在耶稣的道上。好，请众人来起，请服侍的长老。雅玲，你跪在上帝的面前，牧师要替你洗洗。讲雅玲，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与你同在，与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魂与身体得蒙救赎，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蒋雅玲，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我要奉教会的头，也就是大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林口小会的权柄，接纳你陈雅玲成为陪善的会员，有份与主的宴席和信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你这个圣礼点接纳你的女儿进入你的教会，愿你赐福给她，恳求圣灵降临在她的身上，坚固她，以你的恩典赏赐她，使她连结在基督而得主的充满，永远在主的里面，在试探当中保守他，使他能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的软弱，保守他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能一生一世来服侍你。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参加今天圣礼典以后，我们更能明白受洗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亏欠了受洗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真心悔改，引导我们回头跪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归荣耀给神。因为你的请说。好，等，上来啊。好，请问我们的雅玲是芥菜种小组的哦，那请芥菜种所有的家人都站起来好吗？好，我们拍手归荣耀给神。接下来我们要颁发那个受洗的。好，我们先请小会员牧师团小会员出来，我们握手接纳哦。请所有的长老出席。请问有没有人帮我们拍照？好，感谢主，我们请小会员请杨牧师来颁发这个教会实体的证书以及教会赠送的礼物哈。来，拍手。还有教会送的圣经。好，现在温馨的时刻哦，我知道那个芥菜种小组要有祝福他，所以请芥菜种的同工来到前面好吗？圣经讲哦，这个人在地上悔改信主，天上的天使都有欢喜快乐哦，所有的家人都列席在这里哦。那如果你有感动想要跟雅玲拥抱的，也可以从位置出来。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是合一的见证。请慧玲执事帮我们拍照。就来。好，感谢神耶。
满心欢喜来感谢主。我煞接是举行圣餐，甲弥漫心来领受。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是属于伊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受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属于他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耶稣说：“我就是活生命的粮，靠近我的永远不饿。我就是活命的饼，就分外人发断为腰。”心外人永远袂出答，就分外人我发断无气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地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慢慢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作声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破坏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伊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为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城，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才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贵，对伫你的恩典的帮助。会通食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食做伫恁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请小会员来服侍。我们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大家。如果你还没洗礼的，请你暂时不要。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在位置上思想神的恩典，思想耶稣基督设的圣餐，为要我们合而为一。
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吃了后，也咧旁边讲，耶稣说：“这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长老们来领受。有弟兄姐妹没有拿到杯的吗？请举手。耶稣的宝血，一种波，这是耶稣的宝血。耶稣说：“这个杯是新约，用他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同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用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咧。我们一起来祷告。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敬，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搁互阮灵魂去欢喜阮，听受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标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德，也是你应允的国的父的。我们的上帝，我们谦卑恳求你，当我们再次奉献我们给你的时候，求你接纳我们，继续用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与你有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长老们来。好，这是我来报告，咱先开咱的周报。东港的事项以及聚会的人数以及奉献的金额，那么这请咱家己来看。来看下面本会的消息。今仔日是感恩节联合礼拜。会中有成人的洗礼，陈雅玲姊妹，感谢天父上帝，有当决志，要来归伫主的十国内底，嘛真多上帝国内底的子民，咱搁再一摆用花声，甲伊感谢，搁甲伊鼓励。好，过来，今仔日成人主日学跟儿童主日学暂停一次，咱今仔日会后有爱餐，那么嘛详时嘛，请咱兄弟家己爱准备餐具过来第二点，下晡1点要召开定期幼儿园董事会，请咱上班的同工有热心来参加。会后要召开小会。第三，伫12月24拜三，咱迄天是平安夜，那平安夜迄天有平安夜礼拜，那伫平安夜礼拜接续了有平安夜的报佳音，那么若有要报佳音的，那么来请我来报名，伊详细嘛会当干事。来报名，那么报名咱是原则上到10月底来截止那么要方便伫即个报佳音的兄弟姊妹会当来练诗歌会通知咱要报佳音的兄弟会当来练要报佳音的诗歌好，过来第4点，定即个。每年度的每日读经释义那么若有迄个兄弟要订的，请干事来登记。一年度的费用是400块，教会有补助一半，咱会当家己来出200块转过来第5点，那么为着要支持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的事工。那么，咱明年度的即个月历，要义卖有需要的兄弟会当，即个后壁的招待的桌伫遮有准备详时你嘛会当自由来奉献来购买第6点，教会要定伫即个12月初7是福音的主日，迄天有邀请。这个飞轮少年为义群弟兄要伫这个会中来做生命的分享，那么欢迎咱兄弟会当邀请咱福音的朋友做伙来参加。那么迄天礼拜是咧联合礼拜上午9点半开始第7点，12月20拜六圣诞爱餐那么迄天是即个圣诞的暗会啦那么伫暗会进前有即个要备办爱餐是希望咱兄弟拢会当一家一菜所以若有要
备办心要准备迄天要备办菜，吼，啊，你会当先来登记，那么登记会当向咱干事遐来填写，吼。下面第8点，这是所有今年2025年圣诞所有的活动，吼，啊，今年的主题，咱做伙来读好无？神在人间，吼，这是咱今年的主题。上帝就住伫你身边，嘛住伫你的心内，吼。好，咱请咱同齐吼，兄弟姊妹同心做伙来有备啊，吼。啊嘛，伫即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咱嘛会当邀请咱的亲情好朋友吼，会当三甲做伙来参与，会当真正领受上帝，就真正住伫咱的中间，吼，好无？好毋好？好。下面这就是所有的活动，吼，来我简单来报告一下。12月初7，迄天就是9点半有名人讲座，就是拄仔有讲到飞轮少年，吼。搁来12月19，吼，拜五6点半幼稚园嘛要举办圣诞晚会，吼。搁来12月20拜六，迄天咱伫晚会进前有一个圣诞爱餐，吼，一家一菜，吼。7点咱就举行圣诞晚会，吼。搁来12月21，过顿工是礼拜日，9点半咱要举行圣诞3日礼拜，吼。迄天长工嘛有圣礼典啦，吼。搁来12月24，拜三8点咱有平安夜的礼拜，那么接续9点咱要开始来报佳音，吼。搁来12月25，拜四，那么迄天平安，那么有大吉月圣诞的晚会，吼。伫迄天的2点，毋对，歹势，我搁毋对。12月25拜四的中昼1点，吼，有大吉月圣诞这个音乐会啊，吼。2点有爷孙同乐会，吼。那么嘛是共款，欢迎咱会当招咱的楼顶楼骹，吼，做伙来参与，吼，安尼好无？好。来，下面关怀内倒的部分，伫厝疗养的有赖桂珍、谢崇明，今仔敢若有看到？今仔敢无？啊？好，没事没事。谢崇明、刘秋燕、马来金、柯玉、曾文德、郑明霞、林李敏珠，吼。那么伫厝咧疗养，那么请为因来开导。那么大院的是卢锦泉，这是咱文雄兄的爸爸吼。搁来就是黄馆长的妈妈吼，这拢是有咧大院吼。嘛，请咱兄弟会当为因来带导吼。搁为这个泰山教会甲文化教会吼，因的教士的发展，那么为因来带导求主奋兴教会吼。来，请博士。补充一下，就是等一下礼拜后结束，然后小会就召开小会哦。请总务组的长老麻烦请同工把那个午餐送到208教室，我们因为把握时间。接下来就是有一位新朋友，越南，这个念是怎么念？泰文、越南文，几样啊？打笨，怎么念？请站起来好吗？新朋友听得懂中文哦。不是欢迎我们一起介绍的哦。另外就是徐慕德哈，请徐弟兄站起来啊。哦，感谢你，是你高二的。接下来就是徐志杰，跟我同名哎。志杰，请站起来好吗？OK。好，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拍手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教会，感谢神。好，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阿们。好，咱接续来，奉献，咱请书贤的同工，
你若也毋知影奉献迄个意义吼，你会使毋免奉献吼。咱请起立。请坐。另外补充报告，拄仔介绍新朋友，咱有一位，嘛是应该不是新朋友啦，是久久无来到咱的当中吼，是真的姐姐啦，吼，那请，请坐，好，一样，就是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那我们接下来咱来上映圣诗513首，咱请起立来吟这首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特别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
绿岛避讳，咱请伫后走了，才三甲做伙来行平安礼。珍姐姐，欢迎欢迎，你好，谢谢。我很喜欢你这件，这是衬衫还是一起？这一件而已。很好看。真的吗？太棒了，感谢主，小队友。谢谢，好久不见。完全变了，做了工了。对啊，刚刚美女已经报了那个，对啊，当然高了。你成功了没？啊？你成功了没？成功了。你也成功了。你成功了吗？真的功了没有？没有啦，还要结婚，我今年才要结婚。哦，搞了我，做完工了。怎么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我本来以为
真的不错，很爽，很好。这个放下。